经济部召开今年第二届电钱费率审议会，决定10月到明年3月这电钱部要起，一度平均是3.1154块。不过，这款行业是不包含在内的哦。亲像这百汇餐饮、健身房、电影院有880服务优待，去年无起，这回是会补倒转来起15%。就这连锁餐饮业者就伫咧评估，这电钱的优待若准取消者，营运成本可能会增加。关于下半年电费介绍的电价审议委员会下晡开会，经过讨论，为了维持物价稳定，10月初开始电价唔调整，维持每度平均电价3.1054块。我们今年因为特别预算有提供台电大概500亿元的一个这个补贴，那事实上这个加起来就将近1200亿元，加上我们今年在8月底9月初的一个这个降雨量非常好，我们预估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初，我们的水力发电应该会充分的一个这个来提升它的发电的一个这个比率。我想在这种状况底下的话，台电是可以更好掌握这样的一个这个成本。在国内需求慢慢恢复正常的同时阵，去年这个冻结起价8个电影院、健身房、餐饮等880高压用户，这个审议会嘛考虑恢复正常机制，恢复补起价15%。百货公司为例它在1到7月的营业额跟去年同期比也增加了8.4%，健身房是增加了5.3% 的销售额那电影院是增加了18.3% 左右餐饮业是增加17%，这边就是考虑到产业已经复苏所以取消了15%的这个动涨。连锁餐饮业者评估，若是电价冻结优待取消，保守估计营运成本会加1到2个百分点，也毋过暂时未转落人客。会较省电来做回应。针对呢离峰期，会将顾客呢分区做代位，如此下来呢，就可以控管整体的空调的运用的比例。另外，外汇团成业虽然已经在恢复，不过为了避免一摆调整伤大，干那取消去年15%冻结起价，今年的减半调起犹原维持。其实电费一涨，其实会造成整个的一个我们的食材成本的一个高涨，所以这部分其实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自己本身企业的电价，也会影响整个供应链的这个相对的成本的一个提升。台电预估到今年年底累计亏损大约4000亿顶下。经济部讲，最近全球经济成长变慢，能源需求下降，国际燃料价格有下降的趋势。台电的燃料成本压力变零，另外照各大机构的预测，有慢慢落车的趋势。记者综合报道。